一直很執着的叫去你做某件事的人，不是超級好，就是超級壞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。寫文章緣起，今天我要寫7篇文章，有些是關於地球實相極其偉大的內容，有些是關於愛情和金錢的對現實生活極度有用的內容，我就一個一個慢慢寫。現在是第4篇正文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，就是你自己都不想要做某件事，結果別人一天到晚跑過來要求你做某件事。大家有遇過這種人嗎？今天就來講這種人。原理解釋，在心理學中有一個心理現象叫做投射 projection， 意指一個人會把自己內心的慾望、害怕、不安或懷疑投射到別人身上，並試圖透過他人行為來獲得內在平衡。當有一個人對你異常執着的一再的要求你去完成某件事，那通常不是單純出於關心，而是反映了他斜線他自己內心的渴望。這樣的人只有2種可能，第一種是極度愛你，想保護你，想成就你，他怕你再不努力的話，你就會成為徹頭徹尾的失敗者。第二種是試圖操縱你，讓他自己輕鬆偷懶，讓你多做點事，讓你被他的思想洗腦。第二種人是怕你強大到超過他。這類事情不僅和心理學有關，還和吸引力法則有關。根據吸引力法則的理論，你吸引到的人事物其實都是你能量場的反映。當你頻繁遇到對你非常執着，叫你去做某件事的人的時候，你要先問自己，是不是我真的沒做好某件事？是不是我自己也對那件事有矛盾、懷疑的心態？記住，如果你自身的意志力不夠堅定的話，這種一直來煩你的人必定會越來越多，因為你自己先散發出不確定的頻率，那別人回給你的也是他自己不確定、不做，卻要你去確定你去做的頻率。所以，如果你分不清誰是好人，誰是壞人，也沒關係，關鍵是你要分清你自己現在應該要做什麼。一旦你自己對自己的定位很清楚，那如果有人很執着的想要幫你，你只會順勢接受，讓自己越來越厲害。如果有人很執着的想害死你，你也只會遠離他，不理他，讓他沒法傷害你。當有人一直對你說你應該要這樣做的時候，你要冷靜判斷，那個人是出於純粹的愛、純粹的擔心，還是那個人渴望掌控我的人生？真正的幫助是在你意志力堅定的前提下，給你本就想要做的事情更進一步，而不是混亂你的思維，讓你幻想一堆不是你能決定的事情。記住，別人充其量只是你的影子，頂多只能引導你，而不是讓你跟在他後面成為他的影子。你的思維才是你真正的本體，才引導你走向自由、輕鬆、快樂、幸福的核心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YouTube 屠龍術。